前幾日我哋一連做咗好幾期女性歷史專題，由文成公主、王昭君去到甄嬛、孝莊太后，好多觀眾留言話聽得好過癮，想我轉下風格，講下古代手握大權嘅男性帝王。今日就應大家要求，正式開啟男性歷史人物系列第一集，我哋直接講滿清在位最耐、傳奇到滿嘅聖祖康熙皇帝。愛新覺羅玄燁，睇過康熙王朝《鹿鼎記》嘅朋友，對呢個人一定唔陌生。細個靠一班暴富少年生擒權臣鰲拜，青年平定三藩之亂，收復台灣，北上抵禦沙俄，西征準噶爾，文治武功樣樣掂。後世將佢同漢武帝、唐太宗並列，稱為千古一帝。電視劇入面塑造嘅康熙，英明神武，豁達大度，對孝莊祖母孝順，對百姓體恤，好似近乎完美。但歷史從來冇完美嘅人。今日呢條片，我唔會淨係講佢嘅豐功偉績，亦都會講佢一生無法擺脫嘅痛苦。自幼缺失父母親情，一輩子活在權力制衡之中，晚年親眼見到仔女互相殘殺、九子奪嫡嘅悲劇，將一代明君拖入無盡痛苦。仲有好多坊間流傳嘅謠言，今日一次過拆解。孝莊係唔係專門為咗權力先培養佢？擒鰲拜係唔係全靠康熙自己計謀？晚年佢點解遲遲唔立太子，引發皇子內鬥？同外國傳教士嘅交往又帶俾大清咩影響？成條片會跟足正史記載，由玄燁細個嘅孤苦童年講起，一路講到69歲駕崩，完整走過佢61年執政歲月。最後尾段會有深度反思，拆解呢位盛世帝王光鮮外表下嘅孤獨。中意深度歷史，唔想只睇戲說劇情嘅朋友，千祈唔好中途走開。廢話唔多，我哋正式入正文。幼年孤苦，8歲被逼登基，孝莊幕後悉心栽培。講康熙，一切要從佢出世嘅時候講起。順治11年，愛新覺羅玄燁誕生。佢係順治皇帝第3個王子，生母係佟佳氏，當時只係宮中一位普通庶妃。嗰個時候，順治滿心掛住董鄂妃，對其他后妃、王子全部漠不關心。玄燁自細從未得到過父親半分疼愛，更加磨難嘅係當時天花肆虐紫禁城，係無藥可醫嘅絕症。為咗避免王子染病，細個嘅玄燁被送出皇宮，獨自安置在外院撫養，長期見唔到父王同母親，童年充滿孤獨。亦都淨係呢段隔離歲月，玄燁不幸感染天花，憑住堅韌體質囂活下來，臉上留低細細嘅麻點，但亦都獲得終身免疫。呢件事直接改寫咗佢一生命運。順治18年，董鄂妃離世，令順治徹底崩潰。短短數月之後，24歲嘅順治染天花駕崩，臨終前要選立新帝，滿朝宗室，大臣眾說紛紜。有人提議擁立年長嘅宗室王爺，避免有主掌權動搖國本。唯有孝莊太皇太后力排眾議，執意推舉只得8歲嘅玄燁繼位。好多人會覺得孝莊揀玄燁只係因為孫仔乖聰明，其實背後係極為理性嘅考量。第一，玄燁已經出過天花，不會再因為瘟疫就然離世，可以確保皇權長期穩定。第二，玄燁天資聰明，自細中意讀書，心性沉穩，同其他王子相比更加適合承擔重任。第三，立先帝王子而非宗室王爺，能夠避免八旗勢力再次分裂，維持滿清皇室血脈正統。就咁樣，8歲嘅玄燁登基，改年號康熙。因為年紀太細，無法親理朝政，順治遺命安排索尼、素克薩哈、壓必龍、鰲拜4位滿族老臣共同輔政。此時宮中唯一能夠撐住佢、教導佢嘅人，就係孝莊太皇太后。好多影視劇將祖孫關係塑造成溫馨祖孫情，當中固然有真情，但亦都離不開權力層面嘅扶持。孝莊深知，又主坐龍椅，
隨時會被輔政大臣架空，所以從細到大，從兩個層面教導康熙。第一係心性與學識，每日督促康熙苦讀經史、滿看文字、騎射武藝，告訴佢做君主最緊要唔係擅長打仗，而係識得平衡人心、體恤百姓。孝莊會同佢講自己年輕時見過嘅朝堂紛爭、滿蒙聯姻嘅重要性，教佢看透各方勢力嘅真實想法。第二係韜光養晦嘅生存之道。孝莊再三叮囑康熙，面對手握兵權、資歷深厚嘅輔政大臣，千祈唔好太早展露鋒芒。表面上要表現得只中意讀書、騎馬，唔好過分插手朝政，降低輔政大臣嘅戒心。一開始四大輔政大臣尚能同心協力打理國事，但隨住資歷最深嘅索尼年事已高，長期高病，朝堂平衡迅速被打破。鰲拜戰功顯赫，自此開國老臣，慢慢開始獨攬大權，行事愈發專橫。鰲拜睇唔起幼主康熙，朝堂議事之時，只要意見不合，就當住百官同皇帝爭執，聲勢逼人。佢排斥同自己意見相左嘅蘇克薩哈，後來更羅織罪狀，強迫康熙下旨處死蘇克薩哈。滿招官員無人敢反對。壓必龍性格軟弱，全程依附鰲拜，四大輔政體制名存實亡，皇權幾乎被架空。此時康熙已經10幾歲，心入面清楚鰲拜嘅野心，但佢牢牢記住孝莊嘅教導，從唔正面同鰲拜衝突，事事表面順從。孝莊亦同布局，兩手準備，一方面冊封索尼孫女赫舍女士為皇后，拉攏索尼整個家族勢力，朝堂之上多咗制衡鰲拜嘅力量；另一方面教康熙假裝貪玩，在宮中挑選一批少年侍衛，日日練習滿族傳統抱負摔跤，對外只講係消遣娛樂，令鰲拜完全放鬆戒備，以為皇帝只係一個不世事、貪玩嘅少年。等到索尼病逝，時機完全成熟，孝莊幕後敲定所有細節，由康熙親自執行擒鰲拜計劃。康熙8年，鰲拜入宮覲見，宮中抱負少年一擁而上，當場生擒鰲拜。隨後康熙迅速命百官審問罪狀，除鰲拜黨羽，將軍政大權完整收回自己手中。好多電視劇將擒鰲拜描寫成康熙獨自策劃、獨立完成嘅豐功偉績，但實際上，如果唔係孝莊多年局，步步鋪墊，10幾歲嘅康熙根本無辦法對抗手握重兵嘅輔政大臣。呢段祖孫合作，亦都奠定咗康熙後世執政嘅核心思路：凡事謀定而後動，善於利用各方勢力互相制衡。收回皇權之後，康熙先真正獨自坐穩龍椅，屬於佢開拓疆土、治理天下嘅時代正式拉開序幕。中年文治武功，平定四方，打造盛世根基。親政之後嘅康熙，面對嘅係一個滿目瘡痍嘅國家。當時南方三藩割據，台灣由鄭氏據，北方沙俄持續侵擾黑龍江流域，西北蒙古部落動亂不斷，內部滿漢矛盾尖銳，經歷多年戰亂，百姓流離失所，田地荒廢。康熙按照先內後外、先易後難嘅順序，一步步解決所有危機。我哋逐樣拆解。第一樁大事件，平定三藩之亂。三藩分別係雲南吳三桂、福建耿精忠、廣東尚可喜，三人都係前明行將，因協助清兵入關有功，被封為藩王，長期割據南方，手握軍隊，獨自掌控地方稅收，形同獨立小王國，每年要朝廷撥出巨額銀兩供養，成為國家沉重負擔。康熙12年，平南王尚可喜上書，請求返回遼東養老，將藩王爵位傳俾自己個仔。朝堂瞬間分成兩派，多數大臣覺得三藩手握重兵，貿然撤藩必定引發叛亂，建議暫緩處理。唯有康熙獨排眾議，斷定三藩遲早必反，不如主動撤藩，
掌握主動權。隨後康熙下旨，下令三藩全部撤銷封地，遷回北方。吳三桂見朝廷態度堅決，即刻起兵造反。耿精忠、尚可喜之子相繼響應，南方半壁江山瞬間淪陷，叛軍一路打到長江沿岸，大清國庫空虛，兵馬調配不及，一時間滿朝震動，好多官員主張退讓求和。面對危局，康熙絲毫沒有動搖，制定清晰平叛策略，分化三藩勢力，集中兵力主攻吳三桂，對其他叛王取招降手段，減少敵人數量，同時減免內地百姓賦稅，穩定後方民心。戰爭持續8年，吳三桂中途稱帝，不久病逝，叛軍群龍無首，勢力迅速潰散。康熙20年，三藩之亂徹底平定。平定三藩之後，大清徹底消除地方割據隱患，中央皇權深入南方各省，全國統治基礎更加牢固。第二樁功績，收復台灣。鄭成功驅逐荷蘭人之後，據台灣作為反清基地。鄭成功過世後，其子鄭經、孫仔鄭克繼續割據海島，不願歸順朝廷，還屢次派兵襲擾東南沿海，令沿海百姓不得安寧。平定三藩之後，國力恢復，康熙決心一舉解決台灣問題。佢力排眾議，提拔熟悉水戰嘅施琅擔任水師提督，打造大型水師船隊。康熙22年，施琅率大軍渡海，攻克澎湖，直逼台灣本島。鄭克自知無力抵抗，舉島投降。自此，台灣正式納入大清版圖。康熙隨即設立台灣府，隸屬福建省，派官員、軍隊駐守，鼓勵內地百姓遷移台灣開墾，兩岸經濟、文化交流從此緊密連接。呢件事係中國歷史上不可或缺嘅一大功績。第三章，抵禦沙俄，簽訂尼布楚條約。當大清忙於處理南方三藩同台灣問題之時，俄羅斯沙俄軍隊持續南下，侵克龍江流域、雅克薩等地，搶掠當地部落百姓，邊疆長年不得安寧。平定內亂之後，康熙2次派兵圍攻雅克薩，重創沙俄駐軍。沙俄自知軍事上無法取勝，主動提出談判。康熙28年，雙方簽訂尼布楚條約，劃清中俄東段邊界，以法律形式確定黑龍江、烏蘇里江流域全部屬於中國領土，換來東北邊疆長時間和平，亦都係中國同西方國家簽訂嘅第一份平等邊界條約。第4章，西征蒙古，穩定西北。漠西蒙古準噶爾部首領噶爾丹勢力膨脹，四處吞其他蒙古部落，甚至勾結沙俄，威脅京城安全。康熙為徹底解決西北隱患，曾經3次御駕親征，率大軍深入沙漠草原，擊潰噶爾丹主力，穩定蒙古各部秩序，令蒙古全境納入大清有效管治，奠定後世西北疆域基礎。除開軍事上開疆拓土，康熙民治方面亦都功績斐然。戰亂過後，全國田地大量荒廢，康熙頒布多項惠民政策，鼓勵百姓墾荒，新開墾田地免徵多年賦稅，修復黃河、淮河水利工程，解決常年水患，減免全國各地田賦，遇到災年直接開倉賑濟，大幅減輕底層百姓負擔。文化上，康熙大力推廣漢族經典典籍，組織文人編纂古今圖書集成呢部巨型類書，保存無數古代文獻。佢唔排斥西方科學，接見來華傳教士，學習幾何、天文、醫學、火炮製造技術。宮中設立實驗機構，係古代少數願意接納外來知識嘅帝王。好多人話康熙打造出盛世，確實無誤，但阿水亦都要講客觀事實。呢個階段嘅康熙雖然英明果斷，但已經開始感受到權力嘅孤獨，身邊大臣分門結黨，滿臣、漢臣互相傾軋，佢永遠要做平衡者。
唔能夠完全信任任何人，無論係戰勝敵人，抑或治理天下，所有壓力都只能自己獨自承擔。而更沉重嘅考驗，會係佢步入晚年之後，親人之間嘅權力鬥爭。晚年九子奪嫡，盛世帝王跌入親情地獄。康熙一生共有30幾個王子，20幾個公主，看似子孫滿堂，晚年卻親眼目睹仔女為咗太子之位互相算計、殘害，成為佢一生最大嘅遺憾同痛苦。早年，康熙同元后赫舍女士感情深厚，皇后生二王子胤禛之時難產離世，康熙心痛不已。加上孝莊太皇太后嘅建議，早年就冊立只得1歲嘅胤禛為皇太子，用心培養幾十年，希望將江山交俾佢。胤禛自細得到皇帝獨寵，文武兼修，一開始確實深得康熙歡心，但做太子時間太長，長達幾十年，身邊慢慢聚集一批追隨太子嘅官員，形成太子黨勢力。隨住年紀增長，胤禛性格愈發驕縱跋扈，對其他王子毫無手足之情，甚至對康熙亦都流露出不耐煩嘅態度，令康熙心生不滿。更加令康熙心寒嘅係，一次出巡途中，康熙患病，太子探望之時，完全冇半分憂愁擔心嘅神色，反而暗中窺探皇帝帳營，好似盼住康熙早日離世，自己可以提早登基。呢件事成為導火線。康熙47年，康熙下旨第一次廢太子，將胤禛囚禁。太子被廢之後，埋藏多年嘅王子奪權矛盾徹底爆發，史稱九子奪嫡。9位成年王子分成幾大派系，互相攻訐，羅織罪狀陷害對方。朝堂官員亦都各自壓住，依附唔同王子，整個朝廷四分五裂。大阿哥胤迷信巫術，暗中想暗害廢太子；八阿哥胤為人偽裝寬厚，拉攏大量官員結黨，結黨營私勢力龐大。四阿哥胤後來雍正表面低調隱忍，默默辦事積攢實力。14阿哥胤同八阿哥結盟，後來手握西北兵權，成為皇位有力競爭者。每一個王子表面孝順溫和，背後都係滿心算計，只睇住龍耳。康熙睇住親生仔互相傷害，內心極度痛苦，一時間心灰意冷，無奈之下，為咗暫時平息紛爭，又重新復立胤禛為太子。但復立之後，胤禛並冇反省，反而變本加厲結黨，甚至策劃提早奪權。康熙忍無可忍，51年第二次徹底廢太子，從此將胤禛5久囚禁，直至離世都唔再釋放。2次廢太子，加上王子長年鬥爭，令康熙心力交瘁。佢曾經多次同大臣坦言，自己晚年日日都活在失望、孤獨之中，親情在皇權面前不堪一擊。明明係開創盛世嘅明君，卻連自己嘅仔都教不好。呢種挫敗感伴隨佢晚年10幾年歲月。好多人會問，點解康熙唔早啲確立新太子？其實佢有自己嘅顧慮，只要公開冊立儲君，新太子身邊一定會聚集黨羽，再次引發其他王子嫉妒，朝堂分裂，好不容易穩定嘅天下可能再次陷入動亂。經歷2次廢太子嘅陰影，佢唔敢輕易立儲，只能將繼承人選藏在心入面，暗中觀察所有王子。晚年嘅康熙身體狀況每況愈下，長年憂思令他百病纏身，曾經雄才大略，多次御駕親征嘅帝王，最後連日常處理政務都感到疲憊。同時，朝堂之上官員貪腐問題慢慢浮現，晚年嘅康熙心慈手軟，唔願意重刑整治貪官，留低不少吏治隱患，留待後繼之君處理。康熙61年，69歲嘅康熙在暢春院駕崩，結束長達61年嘅執政歲月。臨終前，佢考遺詔傳位俾4阿哥胤，亦即雍正皇帝。關於康熙傳位，坊間流傳無數謠言，最出名就係改遺詔傳聞，
話人將傳位14子改成傳位於4子。呢度阿水同大家拆解清楚謠言虛假之處。清代皇家詔書會同時書寫滿文、漢文兩種文字，漢文改到滿文無法篡改，而且清代書寫王子一定會寫王14子、王4子，據悉根本無法偷改。呢個故事純粹係民間野史虛構，唔可以當正史。縱觀康熙晚年，手握萬世基業，卻輸晒親情，權力帶俾佢萬眾敬仰，亦都奪走咗普通人家父子兄弟之間最簡單嘅溫暖。呢種矛盾係所有長壽帝王難以逃脫嘅宿命。甲一生總結與深度歷史反思，約1600字，回顧愛新覺羅元業69載人生。8歲喪父，10歲喪母，童年孤苦無依，少年憑孝莊扶持秦鰲拜，收回皇權，中年橫掃四方割據勢力，收台灣、定邊疆，輕徭薄賦，創造長久和平盛世。晚年卻飽受九子奪嫡之痛，在親情與皇權之間備受煎熬。我哋分兩個層面客觀評價呢位帝王，唔好單純跟隨電視劇神化佢。首先講佢不可磨滅嘅功績。第一，完整統一中國版圖，鞏固多民族國家一體格局，平定三藩，收復台灣，抵禦沙俄，鎮撫蒙古，將南北東西疆土牢牢納入中央管治，奠定現代中國疆運基礎。呢份功績足以比肩歷代偉大帝王。第二，休養生息，挽救戰亂後破碎嘅民生，大幅度減免賦稅，興修水利，鼓勵墾荒。幾十年間人口、糧食產量大幅增長，底層百姓脫離戰亂饑荒之苦，迎來長期安定生活。第三，包容多元文化，接納外來先進知識，唔排斥漢族文化，組織編纂大量典籍，保存文化，同時願意學習西方天文、數學、醫學，開放包容嘅心態，在古代帝王之中極為罕見。第四，懂得制衡之道，維持長期朝堂穩定，一生善於平衡滿臣、漢臣、宗室、地方勢力。除咗晚年王子黨爭，執政61年幾乎冇出現大規模官場動亂。再講佢一生無法避開嘅局限同遺憾。第一，皇權獨裁之下，親情徹底淪為犧牲品，長年權力鬥爭磨滅咗佢對子女嘅溫柔。九子奪嫡悲劇源於長期公開立太子帶來嘅權力矛盾，亦反映出封建皇權制度嘅致命缺陷。無論君主多英明，都無法解決繼承人之爭。第二，晚年對官員過於寬容，縱容貪腐積弊。後期康熙追求寬仁治國，對貪污官員大多輕輕放過，令地方虧空銀兩問題越積越嚴重，要靠後來雍正嚴刑整治先化解財政危機。第三，對底層民眾管控仍有時代局限，為穩定統治，仍實行海禁、民治獄等管控手段，壓制部分民間思想，係封建王朝無法擺脫嘅時代印記。好多人中意將康熙同孝莊擺埋一齊討論，兩人最大嘅分別在於，孝莊一生只願退居幕後，輔助君主，唔追求獨掌大權；而康熙自幼身居龍椅，一輩子牢牢抓住皇權，所有決策、所有犧牲，都係為咗維護愛新覺羅皇室統治。孝莊看透權力嘅冰冷，所以選擇避開前線。康熙一生沉浸權力之中，享盡盛世榮光，亦飽嘗孤獨之苦。對比武則天、孝莊、慈禧呢三位女性掌權者，康熙代表咗傳統盛世明君嘅完整樣本，有開拓疆土嘅魄力，有治理民生嘅仁心，但亦都逃唔過封建皇權帶來嘅人性扭曲。電視劇將佢塑造成完美無瑕嘅英雄，卻刻意淡化咗佢晚年失去親人嘅痛苦同統治之中嘅局限。時至今日，我哋評價歷史人物唔應該簡單分好人壞人，而係睇佢身處嘅時代做出嘅選擇。康熙憑一己之力結束數十年分裂動亂，
為國家帶來百幾年發展基礎，呢份貢獻不容抹殺。但同時，皇權制度之下嘅孤獨、親情破碎，亦都係佢真實人生不可或缺嘅一部分。今日我哋有康熙細個孤苦童年，一路講到擒鰲拜、平定三藩、收復台灣，再拆解萬年九子奪嫡嘅悲劇，完整還原呢位在位61年嘅大清聖祖一生，亦都打破改遺詔等坊間流傳幾百年嘅假傳聞。呢條片係我哋男性歷史專題第一集，後續我會陸續講秦始皇、唐太宗、多爾袞等一眾古代帝王，拆解佢哋光鮮功績背後唔為人知嘅痛苦同算計。如果你中意呢種還原正史、拆解影視劇虛構劇情嘅深度歷史內容，記得幫條片點讚、俾 like、分享俾身邊中意歷史嘅朋友，等更多人了解真實嘅古代歷史。新入嚟嘅老友記，未訂閱一步一腳印頻道嘅，記得點訂閱，開啟小鈴鐺，唔好錯過之後更新嘅男性帝王系列長片。大家對於康熙有咩睇法，或者仲想聽邊一位男性歷史人物故事，都可以寫喺評論區留言，我會逐條睇。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，多謝大家觀看，我係阿水，我哋下條片再見。